主后2024年10月3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出自上主的保证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耶利米书39章第19、18节。西底家统治犹太第9年10月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伊的大军来围攻耶路撒冷。西底家第11年4月初9，耶路撒冷城受攻破。城受攻破的时，巴比伦王的将领，包括尼甲萨利什、三甲尼波、撒西金，另外阁一个尼甲萨利什，以及巴比伦王其他的军官，拢来坐伫城的中央门。犹太王西底家甲所有的军兵看到巴比伦大军，就透明逃走，对王宫回航的路，经过2个城墙中间的门出城，往阿拉巴的方向逃走。巴比伦的军兵对日因，伫耶利哥的平原入到西底家，甲伊掠起来，掠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遐。迄时，尼布甲尼撒来伫哈马地区的利比拉，伊就伫遐审判西底家。巴比伦王伫利比拉杀死西底家的囝，互伊亲目看到，嘛杀死犹太所有的贵族。后来，巴比伦王乌西底家的2蕊目睭，用铜链甲伊链地，要甲伊掠去巴比伦。巴比伦人放火烧王宫甲人民的厝，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。迄时，侍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内剩落来的人民、投降归顺的人，甲其他的人民，拢掠去巴比伦。伊甲人民中间啥物拢无的散赤人留伫犹太地，甲葡萄园甲田园分互因。关系耶利米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命令侍卫长尼布撒拉旦讲：我将耶利米交代你，你着好好甲伊照顾，毋通甲伊伤害。伊有啥物要求，你着照安尼办理。侍卫长尼布撒拉旦、将军尼布沙斯班、将军尼甲萨利什，甲巴比伦王的官长就派人，将耶利米对护卫队的城带出来，交互沙番的孙阿伊甘的囝基代利，互伊甲耶利米带倒去因兜。对安尼，耶利米会当伫人民的中间徛起。耶利米还关伫护卫队的城的时，上主对伊讲：你去甲古实人以别米勒讲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我要互我的话实现伫即个城，无要赐福气，是要降灾祸。到时你会亲目看到。毋过到迄日，我会救你，你袂互人交伫你得惊的人的手。上主安尼宣布：我一定要救你，你袂互人杀死，性命会得到保全，因为你信靠我。上主安尼宣布。出自上主的保证。耶路撒冷遭受巴比伦军队攻击沦陷了后，呈现2种无同的结局：信甲毋信的代价。耶利米坐便冒着性命的危险，甚至受曲解做背叛国家，遭受攻击，要持续向国王西底家提出谏言，酷劝伊
听从上主的吩咐，以求保命。结果西里加伊头尾拢听袂入去。先知的信息总是互当作耳边风，无受看重。结果，伫耶路撒冷城受攻破，王宫遭入侵了后，西里加王亲目看到家己所有的王子和王宫贵族被杀，家己的双眼也遭受污掉，伫黑暗甲受囚禁中间度过余生。相反的，因为提出谏言遭受囚禁的耶利米，最后却互巴比伦王讨放。伫经文中也有一段插曲，特别记载上主互古实人伊别米勒的信息，照着安尼对比以色列人的毋信，佮记录上主善待保护真心信靠伊的人。伊别米勒只是宫廷太监的小角色，毋过伫耶利米受钉入孤井的时，伊展现个人的勇气，积极寻求国王的协助，互耶利米的性命通得保全。伫经文的中间，作者真巧妙伫西里加受掠，甲耶利米得到讨放之后，安插一段叙事。这是耶利米伫王宫监狱的时，上主对以别米勒的保证。毋过到迄日，我会救你，你袂互人交伫你得惊的人的手。上主安尼宣布：我一定要救你，你袂互人杀死，性命会得到保全，因为你信靠我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以别米勒性命得到保全，关键是伊对上主表现出信靠的缘故。伫面对大军入境，取得压倒性的胜利，佮处决高官贵族和王室子孙的情况下，性命要通得到保全的机会，通讲非常的低。总是耶利米向以别米勒传递的信息，就亲像定心丸，互面对生死存亡的伊得到极大的盼望。当先知耶利米受冤狱囚禁，佮互歹官员钉入孤井的时，以别米勒知影这毋是耶利米该承受的对待，所以勇敢向王提出真情。伫一阵昏庸权贵中间，这个以别米勒显得清醒，也无怪伫耶路撒冷沦陷的时，王子和贵族受害的处境中，伊的性命也通得到保全。伫时局混乱中间，要保持清楚辨识，佮做出正确的判断，实在无介容易。当前台湾的国际处境，除了面对中国各式各样的文攻武吓、万军攻击，变甲人心惶惶，内部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利益的勾心斗角，各样政治议题的攻防，搁较互民心纷扰不安。伫安尼的处境中，台湾人要怎样保持清醒，无受搅扰，搁会当伫危难中坚定信靠上主，勇敢为真理发声呢？这是咱共同的挑战。默想，触点开启多变的时局中，我要安怎表现对上帝真实的信靠？触点开启多变的时局中，我要安怎表现对上帝真实的信靠？咱来祈祷。
主啊，你捌应允阮，伫世间恁有苦难，毋过恁爱勇敢壮大。我已经赢过世界，求你帮助我勇敢面对险恶的困境，坚持守条真道，无因为惊吓就退缩放弃，反倒转搁较倚靠你信实的应允，奉主的名求，阿免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